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3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美对顶贸易协定跟伫华府签约，早期总统赖清德宣布成立国家经济战略指导小组，重新担任廖一人。3天前，新北市高中生伫学校哄抬死，犯案学生是维持判12天，受害家属批评少年事件处理还是恶法，法官是家下者的方向。气象署讲，这几天天气拢正热热，29暝开始有锋面通过，阁有东北季风，北部东部会较湿较冷，初三会阁开始好天。来看今仔日台美双方正式完成签署台美对顶贸易协定。台湾的对顶关税是自去年平均35.78%降到15%。总统赖清德早起开记者会来说明，讲总统府会成立国家经济战略指导小组，由伊来担任调集人。农业部会编论新特别预算，成立300亿的农案基金来应应新的局势。积极落实台湾模式。协助赴美投资的产业形成聚落，同时我们必须加强因应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尤其要防堵特定地区产品违规运转及洗产地，擦亮 MIT Made in Taiwan 的招牌。总统府将成立国家经济战略指导小组，由本人担任召集人，结合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未来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将由国安团队与行政院分工合作，团结朝野、企业界及民间团体力量，共同努力将台湾经济推升到全新的境界。咱国行政院经贸谈判团队伫台湾时间2月13号，已经伫美国华府甲美国贸易代表来正式签署台美对顶贸易协定，对顶关税是15%，唔免阁抬价。嘛，成功争取到2072项出口美国的产品哦，唔免扣关税，所以算起来，咱平均的关税只有12.33%。针对台美关税，咱国行政院经贸谈判团队在台湾时间2月13，伫美国华府和美国贸易代表正式签署台美对顶贸易协定。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表示，咱争取到对顶关税15%，而且免查 MFN， 另外阁争取到232关税上优惠待遇，有2072项出口的产品是豁免对顶关税，平均关税通降到12.33%。陈立军指出，按照咱的工具机、海淀工业产品，也有农产品，亲像毛豆、沙白鱼仔，要销往美国，拢来提升咱的国际竞争力。15不叠加 MFN 这是美国逆差国家当中最优惠的待遇。那确保我们跟日韩、欧盟站在相同的立足点。那也因为这个不叠加让我们可以来消除过去我们面对竞争对手因为洽签有 FTA 所造成的相对的劣势。另外，针对美国产品进口台湾的部分，陈立军强调，台湾坚定徛伫确保粮食安全和军工韧性，争取重要的项目维持未降税，也是部分降税。亲像米甲米制品，也有鸡肉等关系粮食安全的项目是未调降关税。若有对美国降税的产品，主要是咱本地就真外口进口，嘛较限制的生产的，也是讲有市场互补的方向。包含稻米、米制品、牡蛎葛、鸟蛤、赤贝、大蒜、干红豆等是不降税的。牛肉是有调试期3年降到一半31项农产品维持一定的税率，还有军工韧性的中小货车及其他设备也维持一定的税率。行政院嘛表示，美国已经同意会用上紧的时间，在联邦公布刊明了后，都互对顶关税生效。针对协议的结果，行政院嘛函送国会提出影响评估。总统赖清德嘛希望会当得到国会的支持，通过台美相关的贸易协议，互台湾的产业唔但愈有竞争力，嘛通对接全球供应链。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ARTO 已经伫华府正式签署了，行政院会将相关的协定甲台美投资的 MOU 送立法院审议，伊嘛呼吁立法院量早来审议通过。也毋过在野党是质疑讲，美国猪肉关税第3档开始减半，开放美国牛肉部分的北来，佮有部分美国农产品唔免关税，这恐惊影响到咱国内的市场。也毋过，民进党的立委是以樱桃、佮龙虾等进口的产品来做例，讲开放零关税，民众买当受惠。嘛认为讲美国猪肉对咱国内的市场影响真有限。
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ART 正式签署，依照条约缔结法，行政院会甲对顶贸易协定甲进前的台美投资 MOU 送交立法院审议。行政院呼吁国会要赶紧审议通过。但知影即期亲像美猪关税、美牛开放加肉、加部分北来，佮有取消部分美国农产品关税等等，除了可能会冲击国内市场，嘛烦恼食安。养猪产业会有冲击，但是人民的饮食健康有保障吗？来猪依旧没有标示，经过黑箱作业以后，还是希望立法院呢不得更改。那当然，后面的冲击就是全民共享了。民进党政府对于美牛美猪以及内脏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有相当大的变化。那对于我国的猪肉市场以及我们猪农的权益，行政部门到国会当中，必须要负责任说清楚、讲明白。民进党立委认为，谈判结果得来不易，举例亲像樱桃、龙虾等农产品，本来就是台湾较无咧生产的，开放零关税会当民众受惠。若知影即期的美猪原本就是甲加拿大、丹麦等产品竞争，对国产猪肉的冲击有限。美猪是跟加拿大的猪呢在做竞争，美国的牛奶呢可能是在跟纽西兰的牛奶，而这些原本就是有在进口。因此呢，我们呼吁在野党，我们就赶快的让它进入立法院来审查。曾嘉宾呼吁国会应该赶紧审查台美对顶贸易协定，调野共同来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完成对美贸易签署的协定针对因为有小牛症莱克多巴胺疑虑禁止进口台湾的美国牛加肉，还有北来等等会放任许可来进口。小数是强调讲，针对莱克多巴胺的标准会来比较国际的标准，4种无变，原则嘛拢未变，一定要有原产地标示，校园嘛必须爱采购咱国产的肉。来记的话，我们的牛现在是定的是指那个肉是0.01 ppm， 那未来的话，我们会去定肝跟肾。那肝跟肾的部分，因为在副院长特别提到，我们是会对齐国际标准的精神之下，那我们会我们做一个就是会依国内民众的摄食习惯，然后去做一个科学的评估。小数指出讲，针对要新开放的美国的牛加肉，北来过去是要请专家学者来进行风险的评估。虽然有莱克多巴胺小牛症的风险，也毋过研究的结果是拢认定讲，这风险是会当接受，所以会以相关的食安的等级来应用关税的协定。小数嘛会中期评估，会过来邀请专家参考国际的标准，嘛来参考咱个人食食的习惯来制定规范，和食安组委会来讨论标准制定了后，会来赶紧公告。再来看台美对顶贸易协定，美规的轿车是零关税嘛取消进口数量的限制。交通部嘛表示讲，未来美国车进口车就要符合美国相关的标准，要有证明的物件。咱嘛来设后市场检验的机制。消费者是拢真关心讲，美国车敢会降价咧？台湾的面乳公司嘛表示讲，有5种车型会降价。也毋过，台湾的特斯拉是表示讲，因目前是无落价的计划。美国规架小客车降到零关税，取消进口数量的限制，就要伫台湾上路了。台美签署对顶贸易协定，保留中小货车维持一定的关税，确保均衡论性。为着保障消费者买美规小客车的权益，交通部讲，未来美规小客车进口需要由车厂确认符合美国 FMVSS 标准，甲符合性证明文件经过审检程序，同时嘛建立后市场检验机制。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抽样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有特别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要求去召回改正。政府放任美规小客车零关税，消费者乐观看待，安尼会当互车降价。台湾面乳表示，有5款车型按算要降价。陆量日本汽车嘛讲，会继续评估引进其他美制进口车。不过电动车特斯拉是讲，因无按算要降价。本来有预算要换车的客人，他现在的欲望就更高了。对，然后成交量的话，我认为成交多少至少2-3成以上啊。根据经济部资料统计，台湾去年车销41.4万台，国产车占51.3%，进口车差不多48.7%。若国产车的价销差不多伫80万到110万，甲主要美制进口车150万以上比起来，
台湾的车无论价小保养拢有优势。专家分析，短期以来消费市场没有偌济变化，啊，毋过美籍较俗的车若是来，可能会影响消费者买车的选择。进口车现在很多车价已经压到100万出头，120万、130万的，就是说对国产车有没有很影响？非常非常大，会发生，但不是立即性，没那么快。可能要3-5年的一些这个递延效应。台湾的国产车的价格是否要降？那当然一定要降，因为如果政府严格的要求你一味的做人家的代工厂，而没有办法要求技术移转的话，那我们永远不会进步。国产车要发危机做转机，除了政府要开30亿协助国内汽车产业转型，刘金川认为业者需要提升家己的实力，有竞争力，才会使伫国际甲人比拼。记者综合报道。大股拜三封关哦，也毋过因为市场预期讲美国联准会降利息，美金是正震动，所以新台票嘛个继续下去。早起是31.44块来开盘起2分哦。有专家是认为关税协议已经签署了，所以刷落来新台票有可能都有继续起的压力。新台票会期13是封关日，不过拜五有缘延续升台的趋势，以31.44块开盘，升2仙。外界关注台币对顶贸易协定正式签署，刷落来新台票汇率敢是会有升台的压力。随着这个台湾的贸易顺差扩大，以及市场的信心回稳，的确短期内对于台币的升值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对，当然还是要看长期美元的走势，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联储会主委主席上任之后呢，是不是能够延续所谓的强势美元的政策？统计最近几年，过年会期封关的行情，虎年新台票收盘30.368块，规年落8.36%；兔年收盘31.358块，规年落3.16%；龙年收盘32.682块，规年落4.05%。转年是还未公布，不过到封关前一天，规年升3.88%。另外，有关台湾货币政策的结果，12日中央银行头一届用完整的报告对外说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对货币政策结果分类，台湾甲美国的联准会、欧洲甲瑞士的中央银行同款，是多元监控指标的结果。严格通货膨胀目标化制度有问题，敢若搁一个2%的通货膨胀的目标，有可能互货币政策袂顶袂当。因为即摆运作是算顺利，经济有望当继续维持。实际上影响应该是不会太大，因为这个是货币政策它的操作策略的解释，它并不是要告诉你有新的东西出现。专家认为，刷来新台票有关爱看美金的趋势，敢会受到联准会政策利率的影响，新台票起起落落也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赖清德伫初10接受法新社的访问，总统是提出警告，讲中国若吃掉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印太国家会成做中国后一个目标。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有必要加强国防实力，嘛讲到台湾袂成做是任何国家的裤子啊，甲半导体上先进的制程、上济产量留伫咱台湾，得当来维持台湾的战略地位。总统赖清德初10接受法新社专访，讲到台欧台美关系、甲国防两化、半导体产业等议题。赖总统特别示警，若北京夺取台湾，而且受威胁的就是日本、菲律宾等印太国家，下一步就可能影响美洲甲欧洲。我们想要达到任何一天对中国来讲都不是侵略台湾的好时机，这样才有办法确保台湾的安全跟印太的和平稳定。国际关心2027年中国深受国台能力，赖总统强调台湾要做上海打算、上好准备，19任何一日对中国来讲拢是亲台好时机。毋但甲美方合作，也希望甲欧洲伫军工相关产业科技加强深化。4月特别举行全社会外界质疑台湾强硬假做彼此，赖总统认为台湾无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彼此。在中美贸易的竞争当中，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多，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少。美国没有必要把台湾当作筹码来跟中国进行对谈。赖总统对台美关系有信心，不过前北京官员瑞普胡博示警，中国咧透过贸易谈判加政策操作，成为影响美国对台立场。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it has become evident that the PRC is attempting to shape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through ongoing trade negotiations. First, to degrade or delay American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by objecting to arms sales and defense dialogues. And second, to push for changes to U.S. declaratory policy on Taiwan. 瑞普福博建议，美国国会应该推动将6项保证法案立法，限缩北京宽松空间。另外，川普政府希望将台湾半导体产能40%刷到美国，引起外界烦恼台湾失去适顿。罗总统表示，若半导体研发中心上千真制停甲上大生产量拢伫台湾，能维持台湾上重要的战略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海巡署打造第11只600吨的巡防舰，南苏巡防舰今仔早起交船，海委会是表示讲，船顶有高压水炮甲紧闭艇，个面对中国海上的骚扰，也是抢救渔船，拢有正大的帮助。早起大国族人嘛用因传统的歌舞来献上祝福。来自兰苏的囡仔穿特有族传统的服装，为这只用兰苏来命名的巡防舰献上祝福。海巡署舰队分署13伫高雄基地举办兰苏舰的交船典礼。海委会表示，国家对2018年开始杀国舰国造计划，按算2027进程，要打造141只海巡军舰。这摆交船的兰苏舰是第11只600吨级的巡防舰，未来会派伫咧东部巡防，捍卫台湾海峡安全。请张副主委及李副秘书长见交。除了展示我国造船产业的顶尖工艺水准以外，同时也具体呈现海巡同仁专业的航海技术跟执法的决心。兰屿舰，这是我们兰屿实至名归，因为它就是一个海的民族。这摆典礼顶悬，达悟族的传统歌舞也加做大家关注的焦点。尤其事前主办单位有通知媒体一寡文化相关的禁忌，包括袂当扎柑仔、女性袂当参加跳舞等等。兰苏部落文化基金会表示，因将欢喜这只船舰会当用兰苏来命名，因为这船当是兰苏传统的招喜柜，因此部落族人都用传统达悟族的做法来祝福兰苏巡防舰，希望海巡人员出海顺时平安。举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带到渔传统海域之外的话，它会造成我们的可能在习俗上可能会出去的时候可能渔获变减少或者是没有，所以非常重视。再来就造一句女性不能去碰船啊。海巡署表示，兰苏巡防舰全长65公尺，上紧的速度达到40节，会当执行长时间的海上任务。船顶有配备高压水炮甲警备艇，未来无论是面对中国的扰乱，还是海上的救援任务，拢会当提升咱海巡的应变能力。记者郭家祖、邱晓阳、郭永昌报道。新北市一个姓叶的里长，互指控讲，甲一个协会姓甘的理事长，伫112年总统大选的时，接受南京市台办的赞助，找几个里长甲亲戚朋友去中国佚佗，接受招待。中国官员佮爱支持特定的候选人。这案本地1审是判无罪，也毋过2审是依照反渗透法该判一个里长2当6个月，理事长是互判4当8个月。几年前无用次次关心里面的状况，但是新北市姓姚的里长即马煞派官司，2当外钟伊找其他的里长和亲戚朋友去中国佚佗，敢若需要家己拿1万外块的机票钱，其他食含大拢免钱。后壁的资助单位互查出是南京市台办，涉嫌以免钱的落地交代，想要影响去当阵的总统大选。里长伫去进前佫捌讲，这档是习近平请的，12奉照反渗透法2审该判有罪。就是在开玩笑的话，习近平又不认识我，不认他，因为我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说才会讲说就干脆讲说是共产党10几年前也去过的时候来说，也是国台办招待我们的，那怎么会现在失去国台办办了以后来说居然是什么渗透法？这2天去中国行程，有中国的官员加入，做伙翕相架、红布条，专用2花1家亲。对方的人士嘛，伫咧参会时阵宣传讲，爱支持特定政党的候选人。虽然里长发冤枉，主张讲伊事情拢毋知影，共款互判2年6个月徒刑，剔除公权2年。共案的另外一个发起人，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姓甘的理事长，是互判4年8个月，搁较重，但里长不服，强调会搁上诉。
李杜集团去中国佚佗，防止讲伊涉境外势力的解说。这种案件最近几年是变甲愈来愈侪，对台北、新北、彰化到高雄等地，拢捌有里长互调查。有学者分析，对华经基站来渗透，其实是落地招台的民间交流，足久以前都有啊。他是具有公务在身的一个人，他要去注意的规定，不要被统战的这样一个要求，负责任的不要把这些团员带入这样必要的困扰当中。过去认为讲是正常的民间交流，但是即马两方的关系含电政治改变，拢爱注意防渗透。学者建议讲，专程家己开钱来旅游，提前过滤中方的身份，严守讲话界线等等，才会当避免去踏着法律的红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过年前落尾一日上班，天气下起热，部分所在甚至有30度的高温。再来是有9日的年假，气象署嘛指出讲，这几天是拢真热，那春天的天气。也毋过，离9月开始有锋面通过，佮有东北季风，所以北部佮有东部会各湿各冷初3开始冷空气减弱，全台湾又各是侪份好天的天气。那天无云，过年进前上尾一个上班日，天气真好。气象署指出，这款好天会一路对拜五一直到小过年暝，各地温度渐渐回温。北部、中南部的高温伫26度至28度之间，真适合民众过年进前出来大摒扫。年前其实温度相对都还是偏高。如果我们看到各个地方北中南都的温度曲线的话，大概都维持在高温22到高温28度之间。这样的温度会持续到5、6到小年夜这段时间。不过后礼拜1到29暝这段时间特别变天啊！气象署指出，伫29暝到正过初1这段时间，受东北季风加上锋面落南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和中部山区拢会转做落雨的天气，而且温度会对29暝开始平均1降2度，一天比一天更较低，整体低温伫16度左右。温度会跟小年夜略微下降个2到6度左右，感受会开始明显转凉。而看到在初1到初2这段时间，包含中南部地区温度也略微下降个2到4度左右。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很明显的冷气团影响我们，所以整体的低温部分都来到16度附近。另外，气象署也提醒，春节期间要注意大雾对交通的影响，影响的时间分2阶段，一个是拜五到礼拜这段时间，另外就是后礼拜5到后礼拜日这段时间。气象署提醒要开车登去过年的民众要注意交通的安全。记者台湾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发生伫3天前，新北市一间国中有学生风寒阿妈棍死亡。犯案的查甫学生是被判12天，查某学生被判11天的有期徒刑。今仔最高法院是维持原判。也不过受害学生的爸爸是真不满，伊批评讲少年事件处理法是恶法，伊嘛讲法官是加害者的帮凶。今天我会站出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少事法真的是一个恶法，法官就是加害者的帮凶。今天他们这样子对我们，我今天就是我要完全公告那些所有的法官是怎么弄的，包括林业雪大律师怎么欺负我们的，所有真相我通通都讲出来。我也不怕少事法来罚我了，反正都已经定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调查偏颇，有黑道的投名状以及赔偿的金额全是假，法官的爱心破表，生命受威胁，司法文字游戏，封锁真相，死者卑微。这案是发生伫2023年12月2日，适龄的查某学生因为甲同学有纠纷找细过的查甫学生来出面处理。这个过同学是拿刀甲一个细样的学生堵死。案件一审是判这个查甫学生9天，查某学生是判8天。二审有加重判12天甲11天，检方搁再上诉。也不过最高法院是认定讲检方第3审上诉的理由无符合法规，所以驳回上诉，专案定谳。来看台中科技大海校门口，昨有一个台中市水利局的外包厂商，因为食酒赛车，先去弄到人行道的挖角，后来又去弄到学校一个细寮的职员，2个人是拢吊伤送病院，这个驾驶嘛互移送地检署。也毋过当地里长是真烦恼，讲人行道的时间，现场是拢无经过牌啊，实在是真危险。一只双行车驶到路口，先弄到人行道，几只车喷出去，搁来弄到学校门口的行人，连人挂车冲入去，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这辆惊人的车祸发生伫12透早7点半左右，受伤的27岁姓廖行人，就是台中科大进修部课务组的职员。警卫人员的话，立即的过来这边协助。那我们校内的同仁里面，又赶快过来看了解同仁的一个情形，并同时的赶快叫救护车过来。转来到案发现场，这是北区三民路甲药材街口，加在是休馆期间无其他学生。当地里长批评市府开8,000万伫当地进行人行道混快工程，人行道挖咧甲向外延伸到车路顶面，边仔是要规划机车街，但是工程期间无做好警示，事发了后才赶紧设5支风龙的管影，增加4个塑胶笋要来弥补。我说晚上你可能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一波闪灯嘛，它如果有闪灯的话，晚上它那个地方你看就知道了，它的一给照出来，它多了一个。像驻车弯这样子的高低落差大概十几公分吧，那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啦。警方强调，车祸造成伤我车的驾驶52岁姓郭的男性情形受伤，行人姓廖的男性脚甲手各有前额、后脑有真侪所在刺伤，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姓郭的男性是台中市水利局委外厂商，酒测带是0.43毫克，会按照公共危险罪上班。双方受伤均送医救治，所幸无生命危险。警方到场依法实施酒测，驾驶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介护就医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表示，甲路口的人行道向外延伸是为着缩短行人行过路口的时间。现场的事故是食酒塞车的车祸，属于违规驾驶的肇事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嘉义看到一台旧车，因为咕咕拗拗，佮用保鲜膜甲车壳拢包起来，也毋过的驶哦。这画面铺伫网络顶头是引起真侪讨论。监理所是表示讲，若是车身损害甲真严重，应该爱修理，避免搁再上路了，造成危险。保鲜膜，他用胶带保鲜膜，对。这样厉害了吧？驶伫车路的轿车，车身已经变形，后壁玻璃破去的所在，佮用帘布甲保鲜膜甲包起来，看起来是真危险。伫嘉义市区经过这台车的民众，甲画面翕落来放伫网络，大家拢感觉安尼的车实在无适合继续来驶。这种车在路上行驶没看过，可是确实很危险。怎么说？你看起来感觉很危险啊，驾驶也很危险啊。那路没有办法看到后面啊，后面的人也蛮危险的。咱嘛危险，安尼也敢搁驶哦。嘉义市警方表示，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0条，汽车的引擎底盘也是车门有坏去，且无修理，煞继续伫车路来驶，会来罚车主1800块到3600块以外，搁会扣牌照落来，爱等到车修理好势、检验过了后，才会搁行转来。这个我们来看这台车后面已经都破损了，而且车门已经有变形了。那显然这台车在行驶上有安全的疑虑。那这台车我们应该需要实施召回做临时检验。嘉义区监理所指出，就画面看来，车体歹去的所在只是用帘布甲保鲜膜固定，所以车身也是有可能会随时坏去。建议车主也是爱先修理，唔通阁继续驶。这种车驶上路，唔但违法，嘛较会造成事故，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参加冬季奥运的乌克兰赛车的选手赫拉斯科维奇，因为伊坚持要伫有引落乌震惊死亡运动员相片的安全帽仔比赛，12个时互取消伊的资格。国际奥会是强调讲，因进前就建议讲，伊会当用其他方式来表态，也毋过这个选手是无愿意让步，嘛表示讲伊会搁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来上诉。赫拉斯科维奇伊坚持甲一个伫落乌战争死亡的乌克兰运动员印伫咧头盔顶悬，所以失去比赛资格。伊讲已经请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做公亲。I feel really disappointed, and if I could found motivation to do it in the future, then I will do it. But I still had some hope in my heart that we're able to create another miracle on ice, and maybe we're able still to compete in the Olympics. 国际奥委会无反对赫拉斯科维奇想要替战争受害者发声的心，不过赫拉斯科维奇坚持将受害者的头像抵伫咧头壳顶悬，已经违反奥林匹克宪章内底禁止伫比赛中有政治表态行为的规范。奥委会捌提议，互选手先戴乌色的臂章，伫比赛了后再搁展示头盔，但是选手无接受。
We dearly wanted him to compete. Would send a very powerful message. We wanted him before and after to express himself, but for that 1 minute of competition, we asked him not to make this expression.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颁发自由勋章，表扬伊坚守立场的精神，嘛对国际奥委会表达强烈的不满，认为这个头盔是关系到因有假对手，嘛提醒全世界罗西亚侵略的真面目。泽连斯基讲，伫咧俄乌战争活要4冬来，已经有600位乌克兰的运动员，也有教练牺牲啊。 Ще одне точно не про мир і не про справедливість і не про принципи олімпійського руху. Рішення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олімпійського комітету проти Владислава Гераскевича, нашого спортсмена, який 国际奥会主席表示，虽然各方并无反对头盔后壁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大会必须要维护比赛场地的中立性。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 地方的消息来看，花莲有哩真出名的臭豆腐店哦，来台北开分店，因为真歹味，厝边隔壁拢真怨叹。台北市环保局是表示讲，违反空污法，伫去年已经罚业者58万外咯。今年初嘛要求业者着爱调整因的设备，按算讲农历过年后就会完成。那搁有定情哦，就过来进行检测。 工作人员甲家私室内准备清理作业。花莲真出名的臭豆腐来台北开店，伫咧捷运剑南路站附近。不过气味是有够重的，互厝边隔壁拢挡袂牢。有人搁招离家甲头门挽了了。对面美丽华里面都有味道，人家臭豆腐有的也没有臭的那样子啊，对对。捷运站那边就会有，你看走过红绿灯过来的时候就会有。对啊，蛮重的，蛮臭的这样。 还未到营业的时间，嘛闻会到味。过路人甲鼻仔甲喙暗条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去年以违反空污法，甲业者罚58.5万。今年初要求业者调整设备保养频率，对方表示会改变排放的位置，加装活性炭，甲味用好较轻的设施，预计会伫咧过年了后都会增刷。对，还没有卖有味道。 可是我就听老板有讲说，他们有一直改良，也是有用心的。业者也有提到说，他们在排风管的一个位置，他会再做个调整，然后在末端他会再加装活性炭的部分来做除味。那预计是在年后会，这个月底啦会完成。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若是煞尾定情要是足济，就会启动异味污染物关联测定，用清气的空气甲建本黏黏的，再搁请6个好鼻屎的判定员，一个一个鼻看敢有味，再搁以异味污染物浓度表示测验值是实验室用公式来运算，主体、商业区等等工商抢手的异味指数测验值标准是10这个数值。 所以如果超过10的话，我们就会换算，因为有一个裁罚的一个基准，那就会依照这个裁罚基准，裁处的额度是10万到2000万。其实，唔拿臭豆腐的味会互厝边头，像讲台北市真出名的甜烤仔芳店，过去台北巷豆讲做甜烤仔芳是有够芳的，芳甲挡袂牢，后来互人罚10万块。另外，台北市有一间60档的中药行，过去嘛捌互厝边检举讲，伊咧煮枇杷果的味是伤过高啊，环保局嘛罚10万。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伫桃园的边地哦，有几啊百只的八哥暗头仔拢会飞来停伫分隔岛的路树，叫声是真吵哦。鸟仔屎佮规世界影响到环境卫生，民众去定情，爱市政府看安怎处理。 中分隔岛甲附近的车路，四界拢是鸟仔屎。桃园平顶区中丰路山顶段，差不多2公里长的路段，即阵暗头仔出现数百只外来种家庭，组织伫分隔岛的树仔顶策因惊人，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甲环境卫生。最困扰的事是什么？就很早啊，傍晚4点多快5点的时候，然后早上也是4点快5点的时候就吵到6点多。 都超级吵的。除了这个声音造成扰邻之外，还有就是鸟儿它所排放出来的这个粪便啊，都会造成这附近的店家跟居民他们的屋顶、阳台、窗户或者是水塔都有一些这个鸟粪。议员接到几6件民众的陈情，要求市府爱处理鸟害的问题。农业局表示，家庭鸟害是复合性的问题，过一种手段是无啥物效果，应该爱为环境面降低鸟群停留的意愿。
首先应该要减少周边的食物来源。那我们同时会辅导店家做一些降低鸟类停栖的一些环境面的改善。封锁之前已经进行疏枝跟鸟巢的拆除，过年后就是到3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采购鸟类的寄避剂。来用气味的方式来驱赶鸟类。平顶区公所已经规划要伫过年后采购气味剂来抓降低鸟类停栖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为着防疫，伫斗南交流道的路口来检查载加压的货车，看因健康证书等物件，嘛呼吁业者若养殖场有异常死亡的状况，一定要赶紧主动通报。防疫人员无用的消毒，要过年家禽运输量增加。为了强化禽流感防疫，云林县政府看局处伫斗南交流道附近路口执行运轻车道路哪查，落实最好消毒，要求车爱看网仔布，搁会同步核对家禽健康证明书。运勤人员的动物运输证书，还有消毒记录，那包括他的家庭健康证明书等逐一的检查。那也针对每一车次进行逐车消毒。它务必使每一趟的运行车辆的生物安全跟消毒做到完全。洪彦寿表示，云林这个月初有家禽业者驾驶机的牙乌白蛋伫鱼温控制啊，已经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加畜牧法规定等，相关的当罚价115万罚款。要养禽业者为了减少进入禽舍，用自动化防密式管理，希望降低感染风险。现在禽舍内。应该说全部都可以自动化。我们禽舍内的作业，一个是给料嘛，然后给水、洗水池、洗高床，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手机去遥控，然后做动里面的一个动作。那这里面最难的实际上是巡视儿子的健康。云林野农蔡英提供当初打造智慧型防密式禽舍，减少人员进出，都是要确保野生物安全，降低感染风险。目前当地研发用动物行为，像讲看野伫水底停留时间，判断家禽健康状况，用系统化饮食技术减少禽流感的损失。记者采访报道。屏东县政府为了要提升屏东小琉球的医疗，增加医护人员，佮加开胃肠科的门诊要开3000万来改善医疗环境，互在地民众免坐船到本岛来看医生，嘛互逐当有上100万的观光客会当搁较安心来小琉球佚佗。替时大借电工检查肺部状况，嘛有医生替居民抽血做检验。屏东的小琉球人口大约12000人，加上逐年破100万的观光人数，当地看诊的数量一年大约3万人次。为着消透愈来愈多医疗需求，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增加健保琉球乡医疗给付计划，配合大病院医生，增加医护人力，落实在地医疗。以前我是计行通路行，阮这主治医生伊咧甲我鼓励咧甲我讲伊要甲我做。请物件出来，佮再甲阮做迄图片摕来解释互阮听，这是为个什么所在，这有要紧，这无要紧，所以阮非常的感谢阮卫生所在医疗的医师护士。英国居民若要做胃镜，就要专工坐船返来本岛。即马伫卫生所就会使检查。卫生局讲，人力部分，医师和护理师增加2名。目前在地医生有家医科2名，急诊1名，胸腔内科1名，和气科1名。加上支援的医生，整体医护人力提升到大约40个人，互休困日和暗时拢有够。就整个琉球卫生所的室内环境空间再加以改造，再加以升级。县府表示，除了提升医护卡手，未来会投入3000万的经费，进行卫生所地动补强和内部整修，希望卫生所会使亲像小型的病院，互小琉球的居民会使有更较完整的医疗资源。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过年台南有2间庙会办博杯比赛，四群星的龙山寺收50万的转运金幕，永康的凌霄宝殿有一台价值60万的轿车甲发财金，要互信众来祈福求好运。桌顶摆一塔一塔的现金，这庙方为了新春过年，特别传要互民众试手气。主神清水祖师的台南市坤新龙山寺，今年新假期间要办转运金博杯比赛，总奖金50万块，活动分做初赛甲决赛2阶段。对正月初1到初6，民众只要添油香100块，地当有1摆的初赛资格。通过者会当进入到初6暗时的决赛，到时看谁上济杯，就通甲头奖30万摸回去。有买哦。
过年要不要来玩？要不要来参加？可以做很多的运用，比方说出国玩啊，或是 shopping 买东西啊，都非常非常的好运用，因为是多出来的钱。那我这是无形的吼，就是讲做事讲要祝福因的吼，也有福家庭。活动每一个我有准备1000包的100块的红包。来，互这开业门的这善男信女。同款伫新假期间杀出活动的，也有永康凌霄宝殿武良乡庙埕停靠一台市价60万块的白色轿车，是正月初1到13跋杯比赛活动的上大奖。这回庙方嘛，煞民众摕点灯收据，佫会使跋珍珠鱼糕，限量20副。有这佫有了，庙方讲过年期间，嘛有准备北宝当归面线甲平安红圆，要互行村的民众食平安。要互较侪信众参与，农历正初播到13下午3点半吼，进入准决赛4点就开始 PK。这过年，大家家村沾点喜气。庙方表示，希望透过新正半杯活动，互信众伫过年期间向神明虔诚祈愿，祈求新的一冬合家平安、顺利如意，嘛互家村拜年的民众感受到神明的祝福，甲年节热闹的气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美国川普政府伫12撤销2009年通过的利用化碳甲温室气体威胁人类健康的主张，定义是排除美国联邦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基础。伫拜登总统时期的电动车的强制力嘛失效，放任汽车排放的标准咯。有专家是批评讲，这是会帮助就业，嘛警告讲会对全球的环境甲永续发展造成威胁。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了后，杂志佫一评一项，互科学界甲环保团体拢惊到的政策，就是宣布正式撤销美国联邦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基础，也就是2009年奥巴马政府通过的二氧化碳及温室气体威胁人类健康的主张。Trump 上时嘛甲伊讲的绿色新诈骗措施之一停落来，也就是针对所有2012年到2027年，还佫有以后车型还有环境所贴加绿色排放标准。We canceled the EPA's absurd, just totally absurd tailpipe emission standards, which was a disaster for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and revoked Biden's emissions waiver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California to regulate automobiles for the entire nation. 环境保护署署长泽尔丁斗阵出席为政策背书，伊批评气候科学是甲美国的经济拉链，所以撤销这认定，而且取消车辆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会互美国纳税公民省1.3兆美金。Trump 彻底甲已经存在17档，而且佫有最高法院判决的科学认定变过来，引发外界争议。专家指出，地球暖化是长期以来科学验证甲结论。Trump 即马做的是甲全球科学家对决，会加速气候危机对全球环境甲永续发展拢造成威胁。The reality here is that what the president is doing is bad for the climate. It's bad for consumers. It's bad for our health. It's great for the oil industry, which wants to sell you more gas, and it's perfectly fine for the auto companies for now because they want to sell more gas guzzlers. The problem for them is that the Chinese automakers want to sell more electric vehicles and other clean vehicles, and they're going to eat Detroit's lunch. Trump 的做法，互政府有权利，互足侪气候法规失去效果。未来会阁进一步，甲工厂、发电厂，还佫有其他来源的温室气体污染限制刷掉，甚至阻止日后政府提出应对的全球暖化相关规定。美国气候运动领袖，还佫有环保团体拢承诺会甲政府提出抗争甲诉讼。国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欧洲一款新世代的阿里安64型的火箭，12是对化学的圭亚那库鲁的太空中心发射升空。这届的任务是在亚马逊利用卫星计划头一批32粒的卫星进入地球轨道，这嘛是这款火箭的头一个商业任务。4、3、2、1 ，top！ Allumage VSR et décollage。Ariane 64型火箭升空，这是欧洲目前上强的火箭。头一届在4个由 Ariane 集团研发的 P120C 固体火箭推进器，载超过20吨，甲 Amazon 利用卫星装好势，放伫火箭头前20公尺长的所在。The next 32 satellites for Amazon Leo have started their journey on board the first Ariane 6
with 4 boosters. Wow, and that was a beautiful launch. 根据官方规格，大机 P104伫真空当中上大的推力是474吨。欧洲火箭工业当日甲包括 SpaceX 等等在内全球厉害的竞争对手比拼 ，Ariane 6型火箭是欧洲上新的版本，这也是头一届商业发射，为 Amazon 卫星计划利用部署32粒卫星。 And you can see from the onboard camera the separation of the main stage. Wow, it looks amazing. This again is a very precise step of the flight and a very key step. Ariane 航太公司甲 Amazon 利签18届火箭发射合约，这届成功发射代表欧洲太空产业已经起飞。未来计划2027年开始，逐档进行10届的发射，让欧洲会当有独立进入太空的自主能力。公司新闻吴文玲翻译。 来看英国南极勘测团队上新的研究指出，讲地动唔那无周期通推算，嘛无法度预测，这是正严重来打击科学家想要预报地动的企图。也毋过嘛是有科学家想要利用地动波的速度，看敢有法度提早来预警来减少灾害。咱台湾气象署的地动预警系统都有机会当争取几秒钟的时间，提早来反应。 墨西哥伫新年过了后，就发生规模6.5个地震。台湾伫地震段，去年底就伫东部外海发生规模7个地震，这是当时101周边见到的状况。为了确认发生地震是毋是有会当遵照的周期，英国南极勘测去尼泊尔西部考察，因为遮个关山湖若亲像天然的地质历史档案馆共款，那地震就会留囤积到7月份者。科学家分析，喜马拉雅山脉都有将近6000年的地震记录。 Everything is really dynamic. So you have like time to time with like one constraint. So you are building energy at some points, and then you are release energy at another part. So now to predict earthquakes at the moment,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that. 加州医校斯博士第2月发表的最新研究，改变一般人的认知。地震唔那无法度精准预测，嘛无周期通讲。经过科学研究，敢会当预测会有地震，啊，毋过唔知影什么时阵会发生。无定着100年也是1000年，而且地震的发生好亲像无亲像时钟也是表啊共款准。既然地震无时间表，科学家讲应对关键是增强高风险地区的抗震能力。 I think if you look at some place like Japan, they're very resilient to buildings. The challenge, of course, is that it costs money. So if you're in a region where you're trying to prioritize that money, then you want to make sure you're not overspending on seismic hazard. And there's also problems in many Central Asian cities that they've grown really fas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nd often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seismic risk. 加州医校斯博士甲伫尼泊尔的研究结果，甲美国、印尼、纽西兰甲智利等地震活动正接的地区做比较，发现情况正共。虽然地震无法度预报，甚至有当时是规定发生的，不过科学家也是尽力伫研究，要甲地震灾害降到最低。像讲伫台湾。 都是利用地震的波速，争取到几落秒，也是几落10秒的反应时间。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8度。 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